着感动时刻的镜头来到竹东，认识一位小提琴的制琴师，他是客家子弟邱崇伟。虽然是高中才开始接触小提琴，起步比较晚，但是他不仅会拉琴，还到了英国学制琴。现在在竹东开了制琴工作室，很多国外的买家慕名而来。悠扬的乐声在竹东飘扬，邱崇伟当完兵才开始接触音乐，虽然起步较晚，但他一样琴艺精湛，而且还是位制琴师。他爱小提琴，更爱制琴工艺。他花了4年到英国学制琴。对他而言，英国有世界顶尖的制琴师，到那里学到的不只是制琴的技术，也包含做事的态度，因为每个步骤都马虎不得。因为我们个人的制作那跟工厂不一样，工厂的话是很多人一起做，那我们个人做的。毕竟是有点像是艺术家在创作，所以他可能要经过好几百个小时，可能400-500小时才能完成一把琴。对，就是说，因为之前有很多的步骤，那每个步骤都有不同的细节要掌握。一把琴要花400-500个小时，等于要3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，得要有耐心、有恒心。而为了让琴音精准，需要漂亮的曲面，琴面也得要完整的对称，所以每个环节都得要小心翼翼。国内的制琴师并不多，但埋首在小提琴世界的邱崇伟，已经帮海内外不少人士制琴，慢慢打开知名度了。邱崇伟坚持梦想，虽然不是从小接触音乐，但他告诉自己，只要比其他人更努力，就能够完成梦想。果然让他美梦成真。他做了一些调整，就是他还有，他本来是这个断掉一根，然后帮他换一个新的这样。他不止制琴，也修琴跟教琴，但特别的是，他的工作室不在大都市，而是在自家的家乡竹东，因为他希望借由自己的力量，也能让客庄的孩子爱上音乐。邱崇伟不藏私，他把从英国学到的制琴技术交给有心学习的同好，他让制琴的好手艺也能在客庄传承发扬。琴音悠扬，在客庄的天空盘旋。英国的春去秋来，积累竹东的丝竹寒暑，500小时的专注，只为音箱共鸣时的感动时刻。